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红龙都界提供便宜。大家都讲，了解一只国家嘅文化是按佢嘅传统习俗是提起加嘅方式咧。到台湾，我想大家都有一只创新按到大嘅习俗，嘅习俗地图咧有各种食物嘅味道，唱出各自嘅色，大大细细嘅黑麦上都有地方嘅气氛。我想呢一日係最貼近一隻國家人民兒童生活嘅地方咧。台灣嘅傳統時裝啊，天然大賣場啦，各種超市嘅流行，明年呢個人越來越少，會重新起過嘅人名。基本上大家都小解嘅紀錄片，講嘅是中華南門時裝嘅改變，係有一群嘅小朋友去規劃落去出來嘅哦，非常嘅有意思。你哋一下是看下落去看一下。好，移动。我们进到旧城区，认识了彰化的南门市场。这是日治时期就建造的公有市场，当时称为彰化消费市场，是彰化市第1大市场。我们访问了一位因为爸爸担任管理员，所以从小就在市场里生活的林焕章叔叔。彰化市过去的南门市场啊，是全彰化市最大的市场，所以是最大一个采购中心。我觉得生意足好，生意吼，觉得咧买恁老少年咧买过拢无好过，对，小客。以前比较拥挤，各式各样都有啊，那个水沟都很流畅，连泥鳅、虾子都有。你随时小朋友要玩要抓都可以。小时候的话，家境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那时候的话，若是没有零用钱怎么样的话，摸摸那水沟，有时候可以找到零钱。但因民国70年发生了大火，又加上附近100公尺处的新市场兴建，导致南门市场的没落。民国70年4月3号那一天晚上，刚好4月5号要清明节，还要赶那个渔货，就去炸那个鱼，然后丢下去，结果喷起来就冒火，上面的电线。烧掉。林叔叔特别提供了火灾后市场样貌的照片给我们，比较日治时期豪华的外观，实在令人觉得感慨万千。访谈中，我们得知南门市场以前是高档食材的集中贩售地点，许多新鲜的、特别的食材都可以在这里买到。有道料理叫做清炖田鸡汤，我们访问老板后才知道，原来以前的人如果家中有孩子长得太瘦弱，就会制作这料理给小朋友吃。据说可以让小朋友胃口变好，营养价值又高，因此也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疼爱的展现。我小时候像你一样都不吃饭，我妈妈就很烦恼，你知道吗？然后就在菜市场里面就左邻右舍这样子跟他讲了一个秘方，他就叫我爷爷来这边。找那个阿公买什么？买这个水蛙追鸡，你知道吗？知道水蛙吗？田鸡，对，田鸡。然后回去呢，就把它剁一剁，跟一大把的那个蒜头，还有姜丝，还有米酒，就炖成这样子，然后就叫我喝。然后我喝了很多碗以后，长大我就变这么胖了。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让你帮助你开胃的这个以前的古早味料理。如何吸引人们再度走进南门市场，成为我们的思考重点。我们决定向市公所借用空滩，进行改造与空间美化行动。第一步就是我们必须打开自己的五感，仔细观察与感受。我们用手去触摸南门市场的各个角落，有木头的、金属的、磨石子的和塑胶等不同的材质，它们多半是使用很久的器物，生锈了、变粗糙了、黏腻、脆化，像市场本身一样，显露出破旧不堪的样貌。但是神奇的是，当艺术家、老师指导我们将这些画面以拼贴在三角锥上的方式呈现后，仿佛整个市场折射与反射在作品上，让各种材质交叠出了不同的乐趣。实地勘察之后，我们发现原本看似寂寥的市场，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安静，所以我们用摄影机记录下南门市场的声音及画面。那我们起表开始咯！你没有事先讲，不然我就请他化妆，不要好了。大家好，就是订票礼拜呢，你在哪搞嘛？那个客人来这里买菜有看到哦，也有去那边看，他也会来这里买东西。那我们这里生意是比较好。那您喜欢上次展览这种气氛吗？哎呀，下次有机会你们还可以来这里办，我们多加热闹哦。透过摊商的回馈，我们发现应该让店家有更多的参与，这样才能让展览和市场的人们有更多连结。因此，我们用了摊商的职人之手为主题，一开始先拍下这些辛劳有故事的手，然后选出其中最特别的10个，并邀请摊商一起来进行手模制作，然后灌模制作职人之手雕塑品，完成后放在摊位上展出。展览期间，摊商因为有自己的作品，开始会向顾客宣传介绍。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作品一直陈列在那边，然后就有一些路过的，就是很多人啊，其实就是路过的人都会说，这是什么啊？然后就会来这边问我们说，他们是在做什么展示，然后怎么那么有趣？然后我们就会说，那是南国国小的小朋友来这里办展览，然后他就说，很好啊，这样。当我们做作品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很新奇啊，对不？像树被崩落去啊，不晓得会怎么样啊，会不会连住啊，拔不起来啊，有没有？拔不起来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办？从来没有做过啦，有新鲜的感觉也可以。我就觉得你们这些小朋友有那个耐心啦。另外，针对市场内空摊的问题，因为获知有民众想租用，但是却不知道流程管道，在市场管理员的同意下，我们和云科大公社系学生共同设计并制作招租牌，希望有兴趣做生意的人能够来这里租用摊位。这些做好的招租牌放置在市场里的几处空摊位置，附上市场管理员的电话，想租用摊位的人便能与其联系。一整年的市场改造行动，有艺术家老师的指导，还有设计师协助我们进行策展，再加上媒体的报道之后，南门市场被更多人认识。因为你们的加入，然后有一些爸爸妈妈应该是说不常来这里的，也都进来我们市场里面，然后参观这些作品，然后就是知道这个市场了。
我觉得南国国小会来这里，我是蛮惊讶的，然后给这边带来了很多新的元素，然后就是让这个市场变得更丰富，也更热闹了，所以很感谢你们。我觉得很棒啊，就是可以让一些来菜市场采购的一些民众啊，也可以多认识一下市场的一些文化这样子。我们的心情就是很开心啊！我觉得那个你们南国国小的小朋友，从一开始来做市场的声音开始，然后跟我们一起做染布跟手模，我觉得这些活动都非常的有趣。办活动都较好咧，办活动，办活动赛事也较热烈啦。完了伫遐咧互看，即下买菜大家就规间去遐看啊。小朋友也趣味，老师也趣味，咱也趣味啊，爱用用无喏。市场的改变啊，遐暗时较光，菜市你若拢无人的时候，有一些人暗时要来，想要上厕所，然后会惊啦。反而会用感觉要入来的人会产生安全感啦。我即摆遐有较光他们会比较有安全感。暗时即摆靠人入来。我觉得主要还是说让人潮走得进来啦，让人潮走得进来，然后让可能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单位也可以更重视这边这样子。当初在你们这边办了2次展览之后呢，就开始因为我们也做环境一些整理，那就有许多的，应该说有一些摊商有来在跟我们询问说，他们想要进来承租。那我们发现就是有整理之后，大家会承租意愿也比较高。其实有个因缘啊，因为我的朋友看到这边有在做一些展览啊，一些装饰啊，然后上面有写说可以来这边摆摊。那我朋友告诉我，我马上一看我就中意了，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所想要的想法。然后我们现在把一些摊位的招租的价格放在摊台，直接放在摊台上面了，免去那个民众还要再向我们洽询到底要多少钱的困扰。因为本来之前都有公开在网络上，那我们现在只是说就直接把价格这些都直接列在现场。有兴趣承租的一些摊商，他们就会一目了然这样。你愈侪单位啊，愈侪人会来买啊。你摊贩越少，人家来买不到什么东西，就干脆就不来了。因为这边就是已经是100年的市场了，跟其他的市场相比的话，就是比较老旧。那真的很希望说这边能够就是让它变得更干净一点。看有没有机会借由你们的一些活动作品啊，然后展览，然后让这个地方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啊，来让更多一些消费者可以走得进来，啊，让一些摊商也愿意进驻这样子。1整年的市场改造行动，我们认识了南门市场的人文历史，知道了它的价值与意义。传统市场是许多老摊商的一辈子，有很多人生故事在那里发生。老板娘你好，是我上一次有做一个展览，然后有拍摄一些照片，然后就把这个照片送给你。哎呦，感恩哦，谢谢，感恩哦。谢谢哦，感谢。你叫我来呀吼。对啊。来呀吼。参加我们的送你家哦。好，谢谢。哦，谢谢你哦哎。还有这个照片。哦，谢谢你。哎。可以了，爱排起来哦。好，谢谢。来把你叫我看。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认识这些和我们居住地区息息相关的老地方。因为课本上写的过去所发生的人事物，其实就存在我们的生活中，值得每个人用心体会。这就是今天的纪录片开始了，哇，真的是太棒了哈！赶快来欢迎 Amy Kim 改来宾，开始来分享改黑南归国小改亲友谊欣赏。欢迎老师，天天的分享改，哇，是我们的主角们3位同学，吴越、子琳跟严宁，欢迎你们，真的太棒了，老师，谢谢你们今天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到这边跟我们分享，到底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好，刚才影片里面我们会看到
好像是一群孩子们在做的一个艺术策展的一个行动，可事实上不只是这样，对不对？其实那是你们自己去做了田调，自己去做了访问，然后自己拍摄，自己剪接，对不对？才有刚才那样的一个成果。老师，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那是一个怎么样的行动？好的，其实大家在影片上看起来就是短短的一个过程就过了。那事实上，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是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包含我们进入到那个市场，其实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因缘际会。那透过这样子的行动里面呢，其实孩子们是以他们的在当中感受到的一些观点跟一些体验，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去用策展这样子的一个行动，这样的一个历程，来展现他们对这个市场从认识到对它有感觉。那所以他们是透过这样影片的方式，来让大家用影像说故事，来跟大家说一个他们跟南门市场之间的故事。而且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哦，因为你要想南门市场，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那是一个传统市场，那是一个公共空间，所以对老师来说，我知道老师也是期待借由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过程，也算是培养孩子们的一个对于公共空间的关心，就像是一个公民素养的课程，对吗？是，我们会希望孩子们开始对我们讲说儿童公民嘛，那其实会希望孩子们对他的生活周遭有感。如果我直接跟他们讲说，我们今天要来对某个事情有感，或者是说，我们来做一个公民行动，可能对孩子来说是比较抽象。是，可事实上，透过这样子比较软性的议题，比较生活的议题，那这个传统市场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培养孩子们的对生活的有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让孩子去练习怎么样当一个公民。真的，老师刚刚有说到，你们是进去到那个南门市场。去做了很多的策展也好，改造也好，为什么要对市场做改造呢？因为它其实在对你们来说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的一个空间，它是一个100年历史的地方。你们去到一个我觉得它有100岁以上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们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啊，像5月好了，你第一次进去那个南门市场，你感受到什么？我觉得地板就是湿湿滑滑的，然后会有那种溪水的跟鱼的味道。然后我进去的时候看到它里面有一些摊位，就是还蛮脏的，而且里面就是比较少人来。然后之后我们在自己做研究的时候，就有发现到南门市场是彰化市公所的公有地，然后是彰化市公所应该管辖的。所以应该比较像是说彰化市公所疏于管理这个南门市场。所以我们应该要让彰化市公所再去重视这个地方的问题。你观察得很细微耶，哇，他很成熟哎，老师，他观察到是说，我第一个感受是不好的，可是我说，我发现它是一个公有市场，而且市公所疏于管理，对不对？这个是一个蛮严肃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的访问，所以你第一次进去做访问的时候，也有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去访问那个炭商的时候，然后我们有去访问语文老板，语文老板就有说，他当时就是他小时候就是因为水沟，它就是那个空间是足够，不像现在是这样子，然后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就是铺起来的。对对对。有可能鱼会突然的流下去，然后他们因为以前小时候手就比较小嘛，所以就可以捞起来，然后去给家里的人就是煮来吃。所以那个老板告诉你说，你还可以把手伸到那个水沟里面。他们小时候把那里面的一些可能像是鱼，摊商的鱼滑下去，鱼虾蟹把它捞出来，在里面摸钱去买冰，还可以从里面拿到钱去买冰。他们就是客人在付钱的时候，有可能会突然的钱掉进去，对，钱掉进去，然后就拿去买冰棒。但现在都没有了，现在要盖起来了，现在的感觉不一样，对不对？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幕后花絮是没有办法剪进去的。拍片人都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要断舍离，什么东西放进去，什么东西我们留在记忆里面，对不对？所以对你来说，你当时去访问的时候，我们说幕后花絮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比较辛苦的？就是
我们访问的时候，有的时候要讲比较多遍，摊商才听得懂。然后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访问的都是比较老的摊商，所以就是要用台语讲。问题是我台语非常烂，就是平常讲的太多，所以到最后通常都变成摊商请我们讲国语。我知道，所以你问很多遍，因为我们在里面会看到他要访问，所以阿姨请问一下，所以最后他就说你讲国语就可以了，是这样吗？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学习嘛，对不对？语言也是另外一个学习，对不对？所以除了这个是你的经验值之外，你有吗？就是我们那时候去访问的时候，其实发现就是展览后，然后发现我们原本以为有些摊商就是根本没在就是注意我们的展览，然后后来发现其实他们对我们的展览都很了解而且还会帮我们跟客人介绍和分享。是会说，哎，这群孩子在做什么？我帮你介绍一下，因为我是摊商，我已经很清楚了，对不对？对。其实老师，我们会发现，你看孩子们现在可以在这里，哇，侃侃而谈，去分享我观察到了什么，我感受到了一个什么。就像老师说的，我要先对我周遭的事物有感觉，有关心啊！我在认识自己的城市，我进而可以认识自己的一个土地。但是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所谓公民素养的培养，它没有课程，它没有课本，它没有教科书。对，我知道老师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看到的是成果，可是之前你要带他们去观摩好多台湾不一样的市场。对不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现在呢，我要邀请老师，还有我们手语感乡亲朋友，还有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到台北东山水市场到底发现了什么？你看好了，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市场的名称叫什么？中山水街市场。那我们进去到那里的时候呢，等一下我需要你们去做一些观察，他必须要注意3件事情：保温、排水、垃圾处理。那回想一下你们进到南门市场第一次的感觉，如果我们的市场要再做整理，我们还可以怎么做？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人很多，还有吗？有冷气，地面呢是水泥，然后它的地板是瓷砖，地板都是干的，不会湿湿的。他们市场是弯弯哦，然后这里的路直直的。有发现招牌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很明亮，明亮，所以它用什么颜色？黄的，小的好还是大的好？大的好，大的好是不是？因为老人一般视力都不太好。那种大比较好看，还是南门市场的大比较好看？这种的好看在哪？比较干净。还有呢？图很大。它的招牌那些东西都会很杂乱。它有摊台吗？其实没有摊台也不见得不好哦。旧的什么要留下来？新的怎么放上去才会是比较好的？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老师带着你们到东山水市场去做观摩，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夏天，看得出来好热好热。哎，点头就是很热。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分享一下，你去东山水市场，你感受到什么？因为东山水市场它比较通风，然后不会有那种鱼腥味跟那个血的味道。所以那时候外面很热，里面会不会热？不会。好，感觉很舒服，对不对？那你呢？你觉得？而且它整个环境就是都是很明亮的黄色，所以看起来就会比较活泼。是。哎，老师他们观察真的很细腻耶，颜色啦、招牌，对不对？那你观察到什么？他们的招牌很整齐，不会像南门市场那样子，是有可能他卖的东西跟招牌不符合。哦，你是说南门市场有可能卖的东西跟招牌是不符合的？是因为有一些是空摊哦，然后或者是因为需要，所以他们就会换位置这样。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去帮传统市场做改造，因为发现人越来越少了，对不对？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空摊，可它又是我们的一个100年的一个老市场。这是刚才你们去到这个
东山水市场看到的一个感觉，也是老师带他们去那个市场做的一个观摩，就好像是一个他山之石的一个学习。老师，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吗？是，其实在，从刚刚一直以来，其实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进去到一个空间或场域，它不是很突然的，对，不是我们想来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其实包含去感受，让他们去观察，然后刚刚你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东山水市场这种案例。国内的、国外的，其实对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现在其实坦白说，跟传统市场的生活还有经验已经有一点疏离了。是，所以如果我们贸然的说，我想要去把它改造，那我们可能也会很担心，会不会每个都是全联啊，或者是家乐福这种，因为毕竟那比较贴近他们的生活。了解。那可是如果透过去看现在还存在的一些案例，然后让他们去想、思考、去参照、对比，其实这样好像也不错哦。对，看到每一个市场都长得不一样，你们有发现吼？你们看了很多市场都长得不一样，所以等于是每个市场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所以等于是你看到了什么，然后就我们可以用吗？对，因为其实我们会希望说，孩子们除了去看见别人的优点，那最重要的是要转回到自己身上，然后去截取那个元素之后，变成在地的。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永续的存在那里，否则如果只是一味的学别人的好，或者是说只是觉得说那样子我们现在很喜欢，可是对于在地并没有实际的帮助，或者是说在地人并没有办法真正接受那样子的改变的话，那我想它反而会成为一种。反而是负面的效果，反而会一种裂痕。但是我知道，其实，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有一些摊商给一点点负面的回应，对吗？就是呢，我们在进行展览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用艺术品。然后之前我们有在第一次展览之后问过摊商，结果他们有就说，都这些艺术品就要去那个美术馆啦，不要来这边菜市场做啦。然后也有的摊商会认为呢，他们就是顾客没有来到他们的那个摊位那边，就是因为那些艺术品让顾客背对他们的摊位。然后我们在第一次的展览结束之后去问过摊商，结果有一些摊商是不知道。然后因为这样子，我们发现到我们第一次的展览太过于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没有让摊商去参与。所以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就让摊商参与这些制作作品的活动。我了解他刚刚的意思是，比如说我是一个摊商，然后你艺术品都摆在我的前面，然后客人大家都来看展览，然后每个人都用背面或者是用屁股对着我，对不对？我当然会觉得，哎呀，怎么一直用屁股对着我，也没有来跟我消费。后来你就去找了摊商，等于是第二次，等于是让摊商参与，听听摊商的意见，这种感觉对不对？是。老师，我说实话，我刚刚听到孩子们这样分享。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棒因为我们一开始听到别人对我们如果是负面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会却步，因为你会觉得我被否定了，我做这件事情我很辛苦，我也很努力，可是人家说我不喜欢，对，所以对。刚刚吴越分享信息是你克服了那个不喜欢，对不对？我们就再一次的去做修正，对不对？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的一个学习，是，就是对我们来说，能够再精进、再修正，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是我们生活的空间，我们也许第一次不了解，也许没有办法一次到位，所以我们希望他可以再进步。那所以对孩子们来说，那个修正的过程。倾听的过程，他们学会去同理摊商，同理跟他们不同角度的人，那个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对，所以这个市场感觉上好像变得越来越热闹了，对不对？我们让它变得更活络了，对。可是在这边，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老师我们还有未来规划，对不对？我们还有下一步计划，而且听说现在又有学弟妹来接棒了，是吗？好像是接力赛，对吗？对，要接棒了。对啊，就。我妹妹她现在已经快升5年级了，然后他们也在跟同学讨论，就是说要怎么改善南门市场，然后还有用积木堆出他们想象中的市场。哇哦！可是他们现在做的跟我们的不一样，就是
我们那时候是看就是在摊商的角度去改善南门市场的环境，然后现在他们是做市场调查，就是针对消费者的角度去改善。对，所以一开始我们先在意的是我们对这个市场的感觉，然后我们在乎的是摊商的意见。现在我们其实又接棒之后，我们要在意的是顾客对这件事情的感觉，对不对？其实我们会从孩子们这样子，等于是像是一个接力赛一样，一棒的接一棒。然后我们先关心我们自己的环境，然后周遭的环境，进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培养这样所谓的公民素养。所以你们的行动就是一个公民素养的这种非常具有行动力的一个课程。非常谢谢你们今天来到这边，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故事。我们期待我们的南门市场越来越有活力。现在我要邀请你们还有老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别的市场，就是在新竹的东门市场，它活化后的样貌，以及它原本也是传统市场，它存在的价值，为什么我们要去活化它？那我们就一起看下来看一下。在新竹市中心嘅东门市场，在日本时代新地独立下800年嚟，是其台湾最大嘅市场。民国66年起过做全台湾第一座直辖市场，市场根本一个购物中心，有当到卖贵嘅货嘅店儿，系该两市最稀罕嘅素材。民国20年，差不多是我公公施火如他就进来做了。以前集中市场都是在这个大市场买菜、鱼肉，什么都是来这边才有。像附近的都是医生啦、医生娘啦，里面也有买衣服的，别的地方买不到，都要来这边买。我们家从日治时代一直到现在是第4代，民国60几年改建之前就在这边了嘛。那我们曾经最辉煌的时候是24小时，几乎要10几个人工作，然后手是没有停过的。民国80年过后，大型嘅百货老超市出现，本东门市场渐渐嘅无人到来。日后虽然有几间坚持嘅老店面，不过2樓、3樓已經係冇人踏到來。生意有差，但是不能退休，还要有一份工作了。高中的时候呢，很常经过东门市场外面，那觉得东门市场有点阴暗，其实不太敢走进来。我在新竹的旧商去睇哦，东门市场其实细时间是冇人来过啊，是去奥多拜串过安尼嘛，就是有点像过河不入。民國18年，市府進行市場法化，本期嘅青台學生到東門市場新立嘅開門工作室，盼當到嘅法堂，希望本路市場新嘅生命力。我们会叫开门工作室，是因为当年我们来的时候，东门市场的铁门几乎都关着，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571家店的铁门全部打开。市府要到3樓成立青年基地，提供便宜嘅摊主，本上係創業嘅後生人做啲自由運用冇用到嘅空間，實現依條嘅夢想。就是我之前在台北的东区开设服装店，可是我房租是10万块，我缴完房租我就是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发现新竹东门市场这个地方，发现它的店租只要1150，我就是超开心的。现在我可以很认真的专注在我的创作上面。我是从台北下来的，然后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是一台脚踏车开始，然后我一直很希望我有一个地方可以跟客人分享我的甜点与我的故事。Annie 聊到留印室啊，材料可以是走留印啊，还有live 的直播啊。Annie 走动豆的实验性的客家艺文展演活动。简单的说 ，Annie 材料也是想要做一个品牌啊。
我本身在科技业工作，下班之后我再来到东门市场的咖啡下喝一咖啡，在这个地方实现了我想要经营自己空间的这个梦想。东门市场假日的后生呢，性格思维老常常高效，发发的市场带动菜市上架的回流，创造出新能量。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把很多以前不会来传统市场的带进这里面。不过东门市场真正的稳定下来，是直到新竹在地人愿意回到市场里面开店。那我觉得一个地方要永续发展，还是需要长出它可以自给自足的商业模式。东门市场都落定了，老后生攀上的经营之下，这下变做新竹最受欢迎的景点，为市场带来新的想象。人气比较旺，比较好，给年轻人有一点机会。我哋東門市場界段片，大家都分享啲見解裏邊，佢係台灣大學建築老天向研究所嘅王淑美副教授，歡迎老師。大家好，我是黃淑美。歡迎老師來到我們的節目，聽你哋繞牆嘅係理解社會人類學博士，但係愛讀市場歸你嘅李明聰先生，歡迎老師。大家好，我是李明聰。耶，好開心哦！我覺得今天可以邀請到淑美老師還有明聰老師來到這邊跟我們聊市場這件事情，真的太開心。從剛才東門市場的短片啊，其實我們看到的是東門市場活化後的樣貌，跟我們想象中很不一樣。但是我們好像可以去想象，很久以前，它應該是在一個市中心啊，或是經濟中心，然後是一個熱鬧的、人聲鼎沸的這樣的一個傳統市場。後來它沒落了、凋零了，就變了很多的空攤，也許就會有很多的年輕人好像想要進駐或者是活化。我覺得東門市場就是一個蠻好的例子。對，其實以東門市場為例來看的話，我覺得有兩個重點，一個是說市場空攤其實對於年輕人來說是相對門檻低，容易進入，因為反正它已經老化，所以攤租也低。對，那失敗了也不會怎麼樣。那其實在這個概念下，有大學生，有年輕工程師，想在下班之後做一些嘗試，慢慢開始。接着其實是清大它有一個社會企業中心，那他們開始就更積極的想要把課程、社會實踐結合，那然後用這個計劃，他們其實希望帶動舊市區。是，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東門市場經過活化改造，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樣貌。人群又開始慢慢的進去了。淑美老師，我們是不是一樣可以把這樣的一個傳統市場，因為它視為一個公共空間，它其實可以成為另外一個活化的面向，對不對？對，市場是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間，然後即使老舊的市場好像空出了很多的角落，不一定有新的攤商會進駐補上，但是其實國內外都開始有一些案例嘗試，我們其實可以把它活化作為替代性的公共空間。我在日本秋田的市民市場就看到非常印象深刻的，他們其實就在水果蔬菜攤的旁邊，其實做了一個市民學堂。我們可能會認為說那就是社區中心裡面的事情，市場就歸市場。可是其實當你看到他們並置在一個市場空間的時候，其實它更有活力。那很多人甚至會因為來市民學堂學習，所以他重新建立來這個市場的習慣。那我們其實看到在台灣也有機會來做這件事情。那不過真的其實這個作為公共空間活化的開始，其實是需要一些新的方法，有創意的方法，讓年輕一代有勇氣，然後覺得自己可以走進市場。對，其實傳統市場除了像剛剛老師分享的，但我想傳統市場到它現在還是可以存在，一定有它的競爭力，對不對，明聰老師？例如說，當然，像新鮮吶，新鮮絕對是很重要。對，因為市場其實就是一個從產地到餐桌一個重要的節點嘛，對不對？那他把從產地來的最新鮮的東西，不管是魚肉、蔬果，那在市場幾乎是非常快速的，直接就來到了能夠讓消費者選購回去的這樣的一個很新鮮的狀態。對，所以新鮮會是傳統市場一直以來都還存在的競爭力。是，
那这个新鲜当然也经历了一些历史的转变。举个例来讲，以前如果说买鸡，对，我还有印象，就是年长一点的，像我这样还有印象，就是说你鸡还是甚至是活宰的。就是在鸡笼子里面还会跳的，然后你选鸡，然后当场他在那边有烧热开水，然后活宰。但现在当然基于卫生，基于这个对动物的比较人道的对待，所以当然改成电宰。但即便是这样，你看这个鸡电宰之后，它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就会来到了传统市场。对，那它这个跟还经过一道的这个冷冻的处理，才会进到超级市场。对，这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新鲜还是非常重要的竞争力。就像我的家人去买鸡、买鱼、买虾回来的，他会说：“我告诉你，中午的虾超好吃，因为它活跳跳的，会有这种感觉。”但除了老师讲的新鲜，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老师也曾经提过的客制化这件事情。是，客制化这件事情蛮有趣的，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讲传统市场会有人情味。其实人情味大家都会讲，对。但如果我们把它讲的比较现代企业的用语，事实上它就是非常的从客人的角度来帮助你，是从你会需要什么提供一些服务。举个例子来讲，我刚刚讲这个卖鸡的，好，对，你在超级市场买到的鸡就是分装成一盒一盒就买走了，对。但如果你去传统市场买鸡，那个鸡摊的老板一定会问你说，你要拿鸡要料理什么？对，你要拿来煮鸡汤，还是做白斩，还是要红烧？对，各种不一样的。那他就会推荐你说不一样的料理方式，那有不一样的鸡种，那他就会推荐你。对，那客人跟客人，客人跟老板，你知道他们会形成一个网络，会互相聊说，这个我这个怎么做比较好？然后甚至呢，你买了这一摊的东西以后，你就说啊，我赶着要去接小孩，还是我赶着要去干嘛？那我还需要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不可以帮我一起叫一叫？对，那个老板可能就会拿起电话跟隔壁摊直接说啊，那个某某某他要加一个什么东西，你把那个东西送到我这边，到时候放在这边，到时候就一起拿。或者我儿子呢，之后去载货，我就顺便再去你家。对，这种情节在传统市场里面是经常可见。对，我为什么非常有感受，一直点头，因为我常常在家里会听到我们家人打电话，喂，阿娇哦，对，帮我留一只猪脚，那个猪脚不能太肥哦，哈，是啊，因为我们家那个不能吃太肥的，这也是一个老师讲的。像是很客制化，我知道你们家要留瘦的猪脚哦。对，除了老师讲的像新鲜啊、客制化，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就是如果我到什么地方去出差，如果那个饭店附近有一些传统市场，我一定会去逛。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了东港，然后我去逛那个传统市场，哇，好惊奇哦！每样东西都让我好惊奇。台湾那么小，可是太多东西让我惊奇。然后我就吃到了一个食物叫双糕润，我想说，怎么那么好吃？很重要，对不对，老师？可是我竟然长了这么大，我才吃过。然后我发现，这个食物对他们来说，只是他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很平常、没错、很普通的东西。当我不知道的时候，他们才说啊，你不知道，他就会知道你是外地人。对，他们用这个方式来界定我是本地人。对，老师说的太好了，你是外地人，所以老师你逛了台湾这么多的市场，你想想看，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这也是老师讲的。地方感，对，地方感，的确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样。如果我常会说，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如果只有2-3个小时，你给我会去哪2个地方？一个就是书店，另外一个就是市场。是这2个地方，感觉一个很形而上，一个很形而下，喂饱肚子，但它其实都有很强烈的地方感。地方感意思就是说，你走进那个场所里面，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地方它的历史的演变、人情、交易的方式，然后嘴巴口感，这是最明确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嘛，所以大家很习惯就可以理解说，我们这个地方的口味是怎么样子。对，所以外面的人不理解，就会觉得台南人的口味好像很甜。对，但如果你去跟台南人说他说不是，那不是甜，那是甘。港丁，他跟你说那个不一样哦。对，那相反的，那可能又有另外一种口味是比较偏辣的哦，对不对？那或者是不一样的气候风土，它会形成
透过市场让我们感受到说，哦，每个市场它有它跟别的市场不一样的地方，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是那个地方的 DNA。对，所以这也是传统市场会一直存在的原因。也是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文化，花莲的市场跟竹东的市场绝对就是完全的不一样。但超级市场真的就是每一件都一样。而且我觉得不只是这样，我们常常去逛市场的时候，很多摊贩，对不对，老师？那其实连路边都会有摊贩。像我，因为我住中立，我回到中立的时候，我会看到连阿婆，他会带自己家里种的青菜，然后弄得一把一把的在路边卖，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是那个地方的一个社区经济，是不是？对，其实这个就是传统市场，我觉得大家会期望，也希望它不要消灭，因为它在里面，社会和经济是交织的，对，那这里面不是只有定价交易的关系而已，一个市场它其实就像一个小社群，然后这里面的社会关系，包括它的楼上楼下，其实是这些社会关系去支持着。这个市场，然后这个市场可以支持着那个城市的运作。是，我想这种感觉就像老师说的，社区经济感觉上也是一个门槛比较低，可以提供人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机会哈。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聊得很开心哈，因为觉得传统市场好棒哦，又新鲜，又有人情味，又客制化，好想去逛市场哦。但是年轻人不是这种感觉，因为年轻人现在是上网聊天、上网交朋友、上网买东西。如果我一定要出门买东西，不好意思，我就会到大型超商。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传统市场还是有它的竞争力，它存在的那个力量。但老师，未来的年轻人都不去传统市场，你觉得怎么办？它对年轻人还会有存在的价值吗？不会啦，其实只要年轻人尝试的走进去，是他。其实就会对那个传统市场的刻板印象瓦解了。哦，传统市场其实也非常知道，在这个超级市场，还有甚至在网购这个电商的时代，他们应该要做很多很多的调整。而这个调整是如何保有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它的优势，但同时之间它也要与时并进。对，所以其实，在传统市场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已经不是第2代、第3代，甚至到第4代都有可能。是，那他们的年轻的孩子们开始也可以感觉到说，如果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那既能够保持传统市场他们觉得很美好的地方，对，但同时之间又可以增加便利。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澎湖的时候，在那个马公的北城市场，那个很有名，里面我们就遇到一个鱼贩，那是一对年轻的。男女朋友，那他们卖新鲜的鱼，每天一早就去渔港批货，然后他们就善用 Line，OK， 作为一个群组，是，那还会拍给他们当天有哪些很棒的鱼，当天就马上拍给他们的那个群组的人看。哦，那他甚至就可以直接在上面 order 说，这一尾看起来很好我想要。他说我先帮你处理哦，那你几点再过来拿？对，我为什么听见了？它不但保有了传统市场的特色，就是新鲜这件事情，但是我同时提供电商服务，我比你更快速，你不用来，是不是？我赖给你，然后你马上就可以买到产地直送的那个东西。所以现在。类似的方式，使用社群网络，是使用这个多媒体的影音，对，然后再加上它还是客制的，对，还是有人情味的。对，我听老师这样说，我觉得其实它反而有可能会更有竞争力哦。我也有可能哦，因为对年轻人来说，就会变成是传统市场跟现代的便利商店这种所谓双轨并存，是对，等于是2种优势都有了。不过我们一直在聊，就是传统市场的特色，或是我们怎么样去改建活化。就像明聪老师分享的，它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哦，它可以变成那个样子。但老师，这个传统市场的改建或活化，其实。有很重要的关键，而且也有一些迷思在里面，甚至坦白说，失败的也蛮多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迷思就是会以为外观弄得美美的，对，然后并且以所谓的观光客消费的导向是来作为一个判断的主轴，对，我觉得那是非常危险的。原因就是因为。传统市场它的特色就是地方感，对。但如果你一开始设定就是说，我要招揽这个所谓观光客，是，那他要有话题，他要让大家来打卡，那他当然就要改造成美美的，所谓有文青感，这些都没有不好，但是他
有时候，当我们把市场的改造、活化过度集中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丧失了它原来那个更重要的，就是那个地方的感觉，还有人与人的互动。刚刚淑美老师提到的，那种网络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社区的经济是不是在这个改造跟着一起活化？那这样子的话，它很有可能一开始大家觉得哇，的确很酷哎，去打卡拍照，但过一阵子，等到观光客不来了。对，那在地如果也没有经过这个活化，一起把这个社区经济重建起来，那甚至衰退都有可能。是，换句话说，就是明聪老师讲的，你还是要跟地方连结。对，改造之后还是要保留那个地方的我们所谓的地方感，那个地方的 DNA 不可以不见。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那我知道老师会特别对于像美国的西雅图市场。派克市场，它也是特别做了不一样的活化跟改建。对，那这个市场它也很有名。那其实很多人来到西雅图观光，必定要去的地方。派克市场是美国少数你看得到全鱼的市场。是，对。那你就知道其他的市场其实都已经超商化了。那派克市场很难得，是因为它其实本来差一点都市更新改掉。但是因为市民看见它的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等等，争取保存下来。那更难得的是，它争取保存下来之后，其实它也没有一成不变。它从60年代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改变，有了新的功能，社服、长照，那甚至他们其实有市场的组织，然后自己的财务，用这个去做一些社服的提供。就其实市场可以做很多我们超越我们想象的事情。对，所以老师现在那个派克市场也变成观光客大家一定要去朝圣的地方。其实好几部电影在那边拍的。哇，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刚刚在讲说市场改造不要一开始以观光为设定。是。可这很有趣，只要你地方感越强烈，对，其实观光就会来了。对，所以我的意思说，那个本末要搞清楚。我不需要为了观光客去做符合观光客的事情，但这样反而观光客更爱。为什么？因为它有地方特色，对不对？哇，好开心哦！跟2位老师聊这么多，我想就像刚刚老师分享的，一个这样的派克市场，从原本贩卖鱼呀、农产品，到现在大家都要去朝圣的一个地方。是啊。重要的是，它也是100多岁了，对不对？就像今天节目里面的南国国小朋友提到的，它就像南门市场一样，它也100多岁。台湾有很多的传统市场，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年岁。那么台湾的传统市场，其实现在有很多都在改建中，也都蓬勃发展的想要去活化。但是我想这应该不是只是公部门的事情，我觉得是我们大家所有公民一起来必须去关心的，对不对？就像小朋友一样，他为了南门市场的改造，他提供自己的心力，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应该一起来出力，然后让我们台湾的市场可以变得更好。所以今天呢，非常谢谢2位老师来到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然后 Andy 所有嘅乡亲朋友来讲，你想用应该时充，用应该共强嘅控制，大家共下來關心，出一份心力，安樣 Andy 嘅時充會很好好，唔但係安樣 Andy 大家提供也會很好好哦。